来看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，真侪人爱去遐食海产，想袂到今中昼发生交通船弄码头意外，轰弄到码头边啊，拄好是这大客料理区。餐厅业者讲咧，食饭时间人客拄坐落来无偌久，船就弄过啊，连这栏杆也弄甲断去。加在是人客先了真紧，只有一个人小可受伤尔。那船公司是表示讲，介上是这机械故障，船啊失去控制，所有的损失因拢会担起责任。 监视器画面内底，规只船啊都安尼一直驶过来，弄起来码头顶。餐厅的民众拢惊甲四界撞。日到中昼，当时食饭时间，东港花桥市场瓦港边的大客料理餐厅，一道人客菜点好拄坐落无偌久，大家当咧开讲等出菜，船啊都弄过来，规道8个人起卡就走。其中一个19岁查某囡仔闪袂久有扣着伤，送病院检查，加在人无啥要紧。是看伊的船啊，一直驶来，应该是要驶去拍，啊，毋过那汹汹声嘣一声安尼啊。第一个樱花虾上过来，客人刚要舀起来吃的时候，他那个船就撞过来，大家吓一跳，而且还有撞到人。河船弄到的所在，铁栏杆已经歪歪断断去，码头的阿妈头嘛有受损，跳输的船啊，敢若船头有小可耐入去。餐厅业者讲，伊伫东港开店10多年啊，头一摆拄到船啊弄起来码头，真正有影憾。对此船公司表示，代志发生的是交通船当咧汽车顶悬无载客，敢若是因规机械故障，船啊失去控制，才会造成事故。试完车以后要回来靠码头，因为靠转弯的时候，那个突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主机没有来车，没有来车，他就去撞到码头。 船公司表示，船啊故障的原因要当原厂来查过才会知。除了包红包甲受伤的查某囡仔地惊过失地以外，码头受损的阿妈头甲铁栏杆嘛随派人来处理，所有损失因会负责到底。记者柯秉哲、柯家族、柯朝阳、屏东采访报道。